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你又嚟到 Anson 張 MMXIX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啦，又到咗當季日劇集集追，睇完吹吹水。各位如果見到呢一張 thumbnail 咧，呢一張縮圖嘅時間咧，好清楚知道啦，將會帶入咗2025年嘅秋季日劇集集追啊！咁啊，因為咧上個季度嘅時間咧要逐個月改啊，咁啊不如秋季咧，你見得到我喺左上角度啦，10月到12月，難得就難啦。咁啊，首先頭炮啊，我哋睇咗第一套就係呢一套啦，好孩子壞孩子。咁啊有啲咧就翻譯叫做善與惡啦。咁啊呢一套劇裏邊咧非常之精彩。大家咧望到呢一張圖咧，已經係所謂嘅叫做變化嚟㗎啦。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咧最初你見到咧就只會有一啲即係所謂嘅叫做男女主角啦、配角又好啦，總之演員啦，咁啊揸住佢自己相應嗰張細個嘅相。咁啊初咧唔知咩事。咁啊，好明顯就係由細個講到而家，咁我估係咁樣樣。咁啊，點不知咧？一睇翻嘅話，睇咗第一集嘅時候咧，呢套係懸疑劇嚟噶。咁啊，所以作為頭炮嘅話咧，幾精彩。咁啊，而且咧主角咧係我兩個都中意睇噶。咁啊，新木優子啦，男嘅女嘅新木優子，男嘅就係間宮祥太郎啦。咁啊，如果好深刻嘅新木優子對我嚟講咧，就應該係 Cold Blue， 即係空中急診室係嘛嚇，即係嗰架直升機咧救人嗰個啊，嗰陣時候咧就有山下智久啊，係啊新垣結衣啊，同埋戶田惠梨香嗰套啊，咁啊新嗰個季度第3季咧就有新人出現，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新人女學醫啦嚇，啱啱做實習嘅，咁啊新木優子所飾演嘅，咁啊所以印象深刻。佢其實有好多劇㗎，不過咧我記得我第一次較為深刻咧就係佢呢一個角色。咁啊間宮祥太郎咧就有好多啦，咁啊如果推返最早期咧就一定要係爛破 MG5 啊，係啊爛破 MG5。咁啊呢一套咧就係講咧佢個屋企裏邊咧全部都係嗰啲所謂嘅叫做不良分子屋企嚟噶，即係咧着晒嗰啲叫特工服啊，咁啊周圍咧揸架可能係大貨櫃車啊，或者電單車啊，周圍喺度嘈喧巴閉啊，咁啊着住一套標奇立異嘅裝束啊，咁啊周圍咁樣撩事鬥非，咁啊飾演咧生活喺個家庭嘅裏邊其中一個分子，以前咧都未揾到自己嘅興趣，但係咧突然之間咧就覺得要學嘢要讀書咁樣樣，咁好有趣。咁啊呢一套劇咧我都有講啊，咁啊係 Cold Blue 咧，我嗰陣時候未開始拍呢一啲咁嘅影片，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網友，你可以揾翻爛破 MG5 啦。咁啊如果你打唔到爛破呢兩個字嘅話咧，唔緊要啊，爛破因為你都唔知邊兩個字啊，係咪？咁你打 MG5 應該會睇得到啦。爛破啊爛，即係易同埋難個難咯，破就係破壞個破咯，難破啊。OK， 好啦，咁啊講翻呢套戲先。咁啊，因為呢度部分咧就有啲懸疑，咁啊我唔詳細講。咁啊，因為頭炮，咁啊應該如果網友有興趣去睇秋季日劇嘅話咧，我相信呢一套咧都唔錯。其實我睇到有啲劇集我都準備會追，但係嗰啲咧就似乎冇咁有所謂嘅叫做懸疑。咁啊，你都知道啦，逢親懸疑嘅劇咧，好多時候咧日本嘅有啲網友咧就好似我哋對上嗰一次咁，就係佔領電視台咁樣樣啦，咁去揣測或者去估計，或者係喺劇裏邊咧去揾出所謂真兇嘅線索咁樣樣。咁啊，今集其實我睇完之後咧，上網都見到有嘅，只不過咧就因為咧如果咁樣嘅話咧，我覺得我秋季又會好忙啦，咁所以咧我決定咧就嘗試去享受一下先。咁啊去到咁上下我都會估下，因為實在咧佢太即係嗰個劇情線咧太過即係有趣啦咁樣樣。咁佢咧第一集咧最初咧就標榜住咩咧？就喺頭嘅唔夠我諗5至10分鐘到啦，就先睇到咧已經聲稱話有人死亡噶啦。咁啊一系列咧就由於呢個死亡咧就開始。咁啊其實真係唔知頭唔知路嘅，即係應該係第一幕就已經先用倒敘法講嘅。咁啊有人死亡。
咁啊，成件事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哋咧先咧去佢嘅官方網站度望一望先啊嚇。咁啊，官方網站咧，如果俾大家望一望嘅話咧，你都會留意得到咧，就係而家我咁樣俾大家睇到嘅時候咧，係冇特別噶。咁但係當我 reload 一次嘅時間咧，你會好清楚睇到咧所有角色嘅細路仔嗰個樣。咁一撳嘅時候咧，你見到好清晰嘅細路仔嘅樣出晒嚟啦。然後慢慢咧就有啲咧就會發黑㗎，係咪？咁如果你數一數發黑嘅人數咧，就係6個人嚟㗎。咁原來咧第一集咧就係要首先要敘述呢6個人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先咧睇一睇咧佢哋之間嗰6個人嘅內容。唔好住，我哋先睇相關圖先。咁我哋睇相關圖嘅時間咧，主要嘅事件就係發生喺呢個叫英里小學係咪？2003，哇，好耐年前咯，而家都2025啦，係咪22年前嘅情況嚇？咁啊嗰陣時小學生咧係6年一組嚇，咁啊英里小嘅時間咧就本身嚟講咧有個老師啦，好明顯，咁啊老師由赤間麻里子開始就飾演嘅大谷典代開始。咁跟住咧就一班學生啦，咁啦，咦點認到係學生啊？唔係啊，嗱你譬如話老師咁撳入去嘅時間咧，你又見到老師樣啦，好明顯係咪？有啲簡介啊嘛，係嘛？咦唔係，而家直情係校長添咯，嚇！以前就係嗰一班嘅教師，而家係校長啦。咁啊點知道呢度係啲小朋友咧？原來撳入去嘅時間咧，你會見到佢本身主角成年人個樣，同埋小朋友飾演個樣。例如我哋撳入新木優子嗰個部分嘅話，你一撳入去嘅話咧，你會見得到新木優子個樣喺度啦，咁新木優子細個嗰個樣就會向呢一度啦，咁樣。咁啊，新木優子就飾演叫原橋原子，係啦。咁啊，當其時咩啊？小學校時代，因為呢個係飾演個角色嚟嘅，冇錯。咁啊。新木優子做啦，原橋原子，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你會見得到間宮長太郎咧一撳入去嘅時間咧，佢本身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呢位角色噶啦，咁啊當其時咧佢就叫高木將係咪？係啦，冇錯。咁啊你會見到每一個角色咧都會比較似翻佢細個，尤其是呢位朋友仔森優作所飾演。你見到呢個噴泉頭髮係嘛？唔應該喺男生度見到啊，女生會比較多啲呢個男生專登咁樣佢好彩喎！如果飾演呢個角色咧，好深刻，因為一認就認到佢啦。佢細路仔嘅時代都係有呢一個咁嘅噴泉頭喺度㗎。咁啊，由深優作所飾演嘅羽立太輔。咁啊，點解要講一講咧？因為咧一陣間咧會牽涉到啲內容，可能我驚咧要飛嚟飛去，咁所以有啲咧突出啲嘅人物咧就一定要望一望。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話，你都可以上網望一望佢，佢哋有嗰啲暱稱啊，其實。咁啊，如果你識日文啊，更加開心啦，係咪？咁啊，如果唔識嘅話，都冇所謂嘅。咁不嬲睇開日劇，都係睇翻日㗎啦，係咪？咁啊，有樣就要講一講啦，就係呢個委員長啦，呢個委員長就係佢哋成班嘅中心人物嚟嘅，咁啊，會唔會懷疑係佢咧？唔知道啊，因為咧第一集嘅開初實在太多，即係所謂嘅叫做鋪排之處。咁我哋都知道日劇咧，如果要搞懸疑嘅話咧，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內容少少啦，咁你就知道其實咧好多嘢都未出，亦都未知咁啊，所以好難推斷咁但係咧事情已經發生緊啦，咁樣。咁啊有啲人物咧，我哋好熟悉嘅，譬如話工藤亞須加呢啲角色咧，工藤亞須加呢啲，我哋時常見到佢噶啦熟口熟面。咁啊，另外咧喺我以前日劇裏邊咧，成日都見到呢位女主角江力彩芽咁啊，我覺得佢咧就我唔係睇咗佢好多戲，所以印象當中咧就冇咁明顯嘅，對我嚟講OK。咁啊，如果有即係佢擁躉嘅話，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佢嗰個叫咩啊？叫做成名作啦。咁啊，其他嘅角色咧都應該就冇特別啦，松井玲奈咯，女團出身個咯，咁樣就知啦，係咪？咁啊，另外就係仲有一啲角色㗎。咁啊，先講一講咧成個故仔嘅結構先。首先咧要講翻咧就係間宮長太郎所飾演嘅高木將咧，本身嚟講就有自己嘅家庭嘅。咁啊，只係家庭裏邊咧就係應該由高木加奈同埋高木花音，咁啊由德永同埋宮崎莉里沙嚟到所飾演嘅。咁啊呢度咧就只係講出佢個家庭部分。咁然之後咧高木將咧呢個間宮長太郎咧就會有佢自己應該係咪叫公司唔係有佢咧成日去嘅一間酒吧咁啊有戶塚純貴時常都出現㗎啦，亦都係好熟悉嘅又係。
有陣時做諧星，有陣時好認真嘅。咁啊，木村呢個係咪讀昂咧？啊，我上一次都唔記得咗查喎嚇。咁啊，下次補翻俾大家，或者一陣間稍後咧，我喺我下邊個 comment 咧嗰度咧打翻一啲資訊落去就算啦。咁啊，跟住有田中美久啦，咁啊頭髮啦，咁所以應該呢度係一間酒吧，係啦，應該叫做咩啊？居酒屋。係啦，唔好理佢住先啦嚇。好，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新木優子咧佢所交代嘅內容咧，就係本身咧佢係屬於咩㗎？屬於呢度有寫㗎啦。佢其實咧係屬於記者嚟㗎。咁啊，間週刊嘅雜誌記者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你會發現得到啦。咁佢公司就會有其他同事啦。咁啊，呢啲我唔係好熟悉嘅樣。呢個成日都有做即係閒角嘅。咁啊，亦都好明顯睇到記得佢個樣嘅。咁啊，名啊真係唔記得啦。原來咧叫做此柴進博啊。咁啊，呢一個仁兄。咁啊，點解要提一提呢一間公司咧？因為有啲內容咧係牽涉到新木優子而家所即係翻緊嘅一間週刊雜誌社。咁一陣間要講佢。咁啊，警察咧就出過下㗎啦，應該如無意外得啦。有出啦，因為第一集咧。已經話有人死咗啦嘛，係咪？咁啊有佢哋份嘅應該，咁但係詳細嘅情況咧，我相信第二集先較為清楚啦。好啦，咁啊人物角色都知道啦。咦，咁你又話講細個嘅，咁成件事係點嘅咧？咁我哋咧即管咧睇一睇佢咧內容啦。咁如果睇翻故事內容嘅話咧，第一話咧就係講嗰6個人啦。咁一陣間話俾你聽，嗰6個人點解會有要留意。好啦，咁啊，因為咧學校咧創校咧50週年嘅情況下啦，咁啊佢哋被邀請翻去咧佢間小學度慶祝，咁啊邀請翻佢哋咧就掘翻當年咧準備走啊嘛，走嘅時間咧佢哋就擺一個所謂嘅叫時間廊啦咁嘅落去，咁啊喺個學校嘅地裏邊啦，咁啊掘翻出嚟就睇翻當日咧佢哋之間咧所謂咧嘅自己。第時對將來有啲咩期望啦，或者願望啦，咁啊有啲咧，你會見得到咧。如果你睇翻嘅話咧，個目標咧就好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女啊可能係做家庭主婦咁樣，又或者有一個好嘅婚姻咁樣諸如此類嘅嚇。男嘅咧有啲咧就可能咧希望咧就做消防員啊咁諸如此類。咁啊所有都係一啲咧對未來咧抱有一種憧憬啊，或者以前咧讀憧憬啦係咪？而家憧憬啊要讀係嘛正音。咁啊抱有呢種咁嘅期待。咁啊，所有嘅事件就由呢度開始發生㗎啦。咁啊，當中咧安排咗好多嘢㗎嚇。咁啊，如果有睇嘅網友咧，你就睇到㗎啦。啲眼神咧有啲古古怪怪嘅。好啦，咁當中裏邊咧，佢哋咧就講嘅時間咧就揭開佢哋之前嗰本畢業相冊。咁啊，畢業相冊裏邊咧咁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嗱，因為呢度冇㗎嘛，係咪？咁所以咧，我一定要咧。就要上網揾啦！好彩佢有擺低響度，咁啊佢哋睇到佢哋自己嘅願望啦，呢個黃色信封所整住嘅畫嚇，咁啊有趣嘅地方一陣間要講新木優子張畫，咁嗰張畫咧就我暫時未揾到，如果揾到嘅話咧，我會放上嚟。咁啊，如果你有睇劇，一定知道好，即係你覺得一個小朋友畫嘅將來，佢又畫得好多嘢嘅喎。但係咧，佢好多嘢之餘咧，佢又有啲好詭秘嘅嘢㗎嚇，但係唔係好明點解。咁啊，後尾睇落去咧，你就開始明，但係明得嚟咧。都係佢口述嘅啫，嗰種心理嘅影響。咁啊，如果你問我係咪受到咁大嘅影響呢？咁啊，日本嘅呢一種事件呢，就絕對大影響㗎嚇。咁所以咧呢一度呢，亦都係觸發咗今次呢所謂嘅叫做懸疑嘅劇集嘅內容啦。好啦，咁啊，到底發生啲咩事呢？就係佢睇到睇到佢哋個所謂紀念冊啦。咁啊，紀念冊上面呢，就有佢全班同學嘅相㗎。咁個紀念冊有啲咩關係啊？好啦。一揭開咧，你見到張班相啦，喺呢個位置上面一齊影啦。咁啊，然後每一個人咧就喺晒度。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正常咧都應該見得好清楚佢個樣。但係如果你數呢度嘅人數咧，有6個人，一個而家你睇到個放大鏡先睇到啦，一個、2個、3個、4個、5個、6個，有6個人塊面咧畫黑咗。咁啊，當其時咧係唔知發生咩事，佢哋都好驚訝，咦點解黑咗嘅咁奇怪嘅？咁即係佢哋懷疑咧放入去嘅時間咧都未見到，放入去嘅時間咧都未見到有任何嘅問題㗎，係啦。咁啊，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哋而家拎翻出嚟嘅時候咧，發現6個人咧就畫黑咗嘅，有原因㗎，稍後講。
咁另外咧個原因咧，我有啲嘢冇交代，最好睇翻套戲咧就會比較清楚啲嚇，因為我覺得懸疑片咧要跟足佢嗰個安排，同埋咧佢嗰啲時間線咧會有啲推移噶嘛，你記住。咁啊喺嗰度咧，我哋可以咧睇得到咧更加清楚咧個內容嘅發展噶啦嚇。咁喺呢度咧比較難知道一啲，唔緊要。咁啊總之記住呢幾個小朋友。好啦，咁啊最有趣嘅地方咧，我哋會見得到啊，頭先講俾你聽啊，元橋原子咧就正喺呢個位置。咁啊，如果你望一望斜對面咧，就係高木匠啦，就即係我頭先所講嘅間宮長太郎嚇，同埋新木優子嘅位置嚇。咁點解要講一講咧？咁啊，其實我懷疑咧呢啲排位有關係嘅，我覺得咋嚇。咁啊，事實上係咪咁咧？我唔敢講嚇。咁啊，如果咁樣攞嘅話，就攞得比較正一啲。啊，都唔係，我要攞翻歪少少先得，應該咁樣攞。係啦。高木匠，元橋原子，好啦，咁啊成件事發生啲咩嘅咧？啊，乜都冇發生喎，係嘛？咁啊完咗啦，咁佢哋咧就各自各咧就翻歸啦。咁啊翻歸嘅時間咧就，我話開頭咪有人死鬼咗嘅，嚟啦。咁啊發生咩事咧？咁佢哋咧各散東西之後咧，咁啊高木匠咧就即係間宮長太郎咧就同啲舊同學咧就走咗，咁啊當然啊新木優子亦都走咗啦。咁啊新木優子張畫我最尾先講，因為暫時未有特別嘅關係啊，都有嘅，一陣間先講啦嚇，記得就講啦。咁啊每個人咧就即係去咗佢嗰個所謂嘅叫聚集地啊，就係嗰個居酒屋，就見到佢哋，咁啊一齊飲到好開心，就翻咗屋企。咁啊第一單咧就有人咧就死鬼咗啦。咁點解會死鬼咗嘅咧？咁啊，首先唔好講點解啦。咁啊，佢嘅死嘅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翻屋企門口揾鎖匙，突然之間咧就俾人哋掟咗落樓，死鬼咗。好啦，咁啊死鬼咗嘅時間咧，警察咧就去調查成件事咯。咁啊，當然就係揾佢發生過接近過嘅人啦。咁啊，當然就會揾到間宮長太郎啦，係咪？咁啊，間宮長太郎其實當其時咧就醒起咗咧新木優子呢個人。咁啊，亦都新木優子咧就走去揾佢哋。咁點解咧？就因為佢本身嚟講咧就係週刊嘅記者。咁啊，佢其實喺佢間週刊即係報刊講嘢啦咳咳嘅，真係啦。咁啊喺佢呢個週刊嘅雜誌社裏邊咧，就本身嚟講咧，佢因為太靚女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就做咗花樽，佢冇乜特別作用，成日咧誇張佢一個咧非常之靚嘅記者。咁但係咧元橋原子咧就並唔係想做呢一樣嘢，佢想做一個比較好嘅記者。咁啊今次咧佢又想突發地咧就採訪呢個事件。咁啊最有趣嘅情況下咧就去揾間宮長太郎。咁啊間宮長太郎咧後尾醒起新木優子到底係邊一個人啦？嚟啦，咁啊先要提翻幾件事啦。第一件事，新木優子張圖畫發生咩事先？新木優子咧就畫咗佢自己，但係四周圍咧就俾一啲黑色嘅顏色咧就遮住咗。咁即係話咧，佢後邊嘅背景咧有啲乜嘢嘢咧係冇人知㗎。咁啊，我懷疑咧，佢小學嘅時間咧並不是係咁嘅，最初我懷疑啫。咁啊，但係後尾咧變成咁。咁所以咧，我相信黑色遮住晒嗰堆嘢咧，係應該咧係有啲特殊用意㗎。咁我喺第二集度咧，如果我提得翻，我提翻俾你聽嚇，亦都係因為咧點解啲人頭會油黑咗？我懷疑新木優子張畫本身係冇黑色㗎。唔係佢自己嘅，我估啊。但係咧，當然啦，喺個劇裏邊咧，佢會話俾你聽咧，佢係佢畫嘅，係啦，大家都會知點解。好簡單啦，原來新木優子咧係受欺凌嗰一個，係被小朋友欺凌。咁啊，嚴格嚟講咧，就係俾頭先我話嗰6個小朋友欺凌啦。其中有一個竟然係高木匠。咁啊，如果你喺戲劇裏邊咧，佢係帶頭添㗎，你可以咁樣認為嚇。你望一望，你就知我講乜㗎啦。咁啊，帶頭嘅總共有6個，有男原先我睇到應該有男有女㗎喎。我望一望呢度有冇有男有女先？有啊，呢個咪女咯，係咪先？中島少美啊嘛，係嘛？咁邊個做中島少美啊？等我望下先。中島少美佢原來係佢中島少美有冇佢份㗎？原來未知，係啦，因為第一集啫嘛，咁快俾你估到，我哋仲使睇落去㗎係咪？呢一啲第一
時間開始做嘅秋季日劇，應該有機會做到11、2集噶嘛，係咪先？咁啊冇理由啦，係咪？咁啊有男有女喺裏邊噶，咁啊你見到呢個叫咩啊？噴泉小朋友喺度啦，係咪？所以頭先我又要講俾你聽啦。咁啊高木匠喺度啦，咁啊我未有講嘅就係武田敏生啫。武田敏生咧就係呢一位仁兄四眼哥哥啦。嚇睇到個貧字，應該呢個咧係一個貧窮人嚟噶嚇。咁啊睇到冇特別嘢，咁一陣間要講啊，因為呢一個人應該係第一個死嘅人啊，如果冇記錯，定係第二個死啊？唔知啊。係邊個咧？自己睇下咯，真係。咁啊，跟住仲有咧就係阿櫻井幹太啦。櫻井幹太係邊個啊？櫻井幹太咧就係佢啦，工藤亞穗格未出現嘅，唔使擔心，未死，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你會發現啦，小山龍宏啊，小山龍宏就係頭先呢一個啦，呢度。咦，好似係小山龍宏喎，呢個我睇下先，等我一陣啊。會社長，好似係佢死先喎。等一陣啊，我望一望先，佢死先，因為咧劇集裏邊有講過噶。藥劑師，等陣啊，好似係佢死先喎。唔怕，我哋有咩嘛？我哋有個劇啊嘛，係咪先？咁等一陣啊，等我即刻翻去咧就睇翻。因為咧，佢哋本身嚟講咧，有佢哋咧嘅所謂嘅一啲嘅內容寫低過，好似人哋寫紀念冊咁樣嘅。咁啊，但係咧，因為咧你都知啦，唔識日文啊，完全搞唔掂啲嘢噶嘛，係咪？咁啊，等我望一望，係啊，小山龍宏死先啦，定係武田敏生死先？因為有樣嘢咧就係要頭先講掉咗落樓啊，係啦，冇錯。咁如果我冇睇錯咧，我哋望一望先。咁咧就武田，應該係武田死先，係啦。應該我講俾你聽點解嚇武田咁啊，真係佢喎，四眼哥哥喎，冇錯啦，係啦，由佢死先。好啦，咁啊，佢嗰個情況咧就即刻就交代翻啦，咁啊查啦，咁啊因為見到佢哋啊嘛，即係男仔堆有去過飲酒啊嘛，係咪？咁所以查到落佢身上，咁啊新木優子咧都有去揾阿間宮長太郎嚇，咁啊因為咧佢都知道有問題，咁啊間宮長太郎咧最後尾又揾翻新木優子問翻佢嗰啲過往嘅嘢，咁啊諗住咧就想道歉啊，其實咁啊但係咧新木優子咧就講咗好多咧當其時俾人欺凌啦，嗰種壓力啦，嗰種恐怖啦嚇，講到連搭電梯一個人搭電梯都唔夠膽，要行樓梯啦，嗰種陰影到而家成年嘅情況之下咧都未能夠退去，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候咧就會咁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佢咁講嘅話咧，佢就開始咧，你會發現得到咧，咁邊個殺死，即係邊個殺死佢個好朋友咧？阿高木匠呢好朋友咧，即係間宮長太郎咧，因為佢懷疑就係你想報仇啊嘛，係咪？咁而家佢唔係喎，而家又做翻訪問佢喎，咁其實佢又想查嘢。原來喺成個劇裏邊咧，似乎咧聽落去就暫時咧，新木優子咧就為咗想發掘新聞咧，就去查呢一單案件。咁啊，當初間宮長太郎咧就以為新木優子就逐個嚟尋仇噶啦，咁啊，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因為咧，頭先我專登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武田咧就係先死嘅嚇，跟住咧其實會逐集，我懷疑咧就開始炮製唔同嘅人，咁啊連男主角都炮製埋咯，冇錯啦，我懷疑都會炮製埋佢噶。咁啊，但係咧你要見得到咧，就如果真係新木優子做嘅話，就唔使第一集裏邊咧，好似咧兩個唔係有任何計算啦，或者我唔知道佢係咪真係阿新木優子個角色做得咁厲害啦嚇。咁啊呢一度咧就仲要睇落去嘅。咁啊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因為武田敏生咧細個咧嚇嘅願望咧，即係大個咗啊！細個希望大個咗咧，可以鐵大雄喺天空上面咧飛翔啊！咁啊，正應驗咗佢由樓度飛落街嗰個死法嚇。咁啊，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其實第二單裏邊咧準備有呢一樣嘢噶，其中咧阿櫻井咧都係話自己咧希望咧能夠做消防員噶。咁喺第一集尾裏邊咧，櫻井其實咧就已經陷入另一個問題身上啦。櫻井即係佢啦，而櫻井咪就係阿工藤亞穗加啦，原來係第二個嚟噶。OK， 好啦，咁啊櫻井陷入咗呢個咩情況咧？櫻井咧就係佢自己開緊嗰間鋪頭係咪？睇下先。係啦，冇錯，佢係一個居酒屋啊，個鋪頭嘅店主嚟噶。咁啊，佢本身嚟講咧，正就喺間鋪頭裏邊嚇，而啱間鋪頭咧就遭火燒。
咁啊佢啊一時之間咧就脫離唔到佢間居酒屋，咁啊應該就送咗去醫院。咁啊而家咧生死未卜住，因為冇講啊嘛，冇講就唔好理佢啦。咁啊正正咧就係第一集嘅時間咧就交代咗咧呢兩位仁兄，一個就已經去世啦。武田，第二個咧應該將會可能係櫻井，咁啊而佢嘅死亡方式咧就同佢當其時諗緊嘅將來嘅諗法咧好接近，咁啊但係初時咧佢哋咧每一個人講咧唔係嗰6個人都講晒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啊我會再翻睇啦，當然，咁啊到其時咧就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咁啊當中亦都咧有少許咧就透露過咧唔同人之間嘅背景問題噶。咁譬如話有啲可能要想做一個賢妻良母啦，咁但係發現絕對翻屋企嘅時候可能唔係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啊呢啲咧係佢哋咧係愛嚟安排同埋咧愛嚟咧放咧伏線嘅一個最佳嘅位置嚟噶。咁啊淨係交代咗咧間宮長太郎咧，基本上邊嚟講咧。就發現咗第二單嘅問題咧，就同新木優子咧就衝去咧所謂救櫻井呢個人啦。咁喺火燭嘅時間，咁你見得到咧新木優子咧好英喎，好英勇嘅喎。佢如果佢係真係諗住殺死佢，佢冇理由要救佢救得咁激烈嘅喎。咁啊，但係我哋好難判斷啊，因為咧我哋往往咧會知道咧兇手咧喺犯案嘅時間咧有機會係咧處心積慮噶。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取信於所有嘅人，咁佢先方便。尤其是佢如果假設真係要為6個人復仇嘅話咧，間宮長太郎已經知道佢已經含恨在心噶啦嘛，係咪？咁如果佢唔安排得好啲嘅話咧，其實到咗所謂殺間宮長太郎嘅時候更加難啦。咁啊第一集裏邊咧好難嘅，但係咧你會見到網友咧已經得出結論出嚟啦。由佢細個嗰個嗰個影片嗰個片段開始咧，佢哋就推敲緊咧，當其時咧，好明顯咧遭受虐待嘅新木優子咧，唔係嗰6個人咁簡單。咁啊，嗰6個人咧就，如果你睇翻套戲咧，佢都係有少少咁嘅情況，但係咪即係咪去到咁盡咧？咁第一集未知，可能咧佢係即反都唔定嚇。但係事實上咧，佢哋咧喺套劇裏邊咧就分析緊咧有另一個嘅所謂真兇出現咗。咁啊，我唔夠膽講，因為我第一集睇咧，你都知㗎啦。初初咧你又未知道頭，未知道尾咧，你要了解佢哋之間角色同埋個內容性格咧。人物性格咧需要啲時間，咁所以咧，如果網友咧識日文又睇得細緻嘅話咧，喺第一集嘅內容之下咧，歡迎各位咧喺下邊補充資料，等我哋咧知道咧到底咧大概咧發生緊啲咩嘅內容啦。咁啊，記住切勿劇透啦，因為咧你見得到，如果你有睇開我以前影片嘅話咧，我都會話俾大家聽咧千祈唔爆雷唔劇透唔爆雷保持咧追日劇嗰種興致咁所以如果網友中意呢類型嘅要去推敲一下真兇嘅劇集咧，不妨俾個 like 我讚好啦。咁如果你啱啱入到嚟我呢個頻道咧，我首先要再講多次，呢個頻道咧就係我每一季咧都會選擇一啲咧我比較喜歡嘅日劇去追，即係追睇啦。咁集集追，咁每一集睇完之後咧都盡快拍個內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咧以前咧我得到咧朋友仔嘅即係荼毒啦，咁借嗰啲 VCD 俾我啦。咁咧我就開始咗咧就睇日劇。咁由於而家咧實在太方便啦，咁所以太個人化咧就變咗咧好難同朋友一齊分享日劇嘅樂趣啊！咁決定咧唔好講咁多，自己拍出嚟。咁所以咧難免個人睇到嘅嘢同埋感覺咧都有啲偏頗。就算係同一套劇咧，唔同時期睇完，我發現我自己都有啲唔同嘅感受。稍後時間咧，如果大家支持我去到我預期嘅目標嘅時間咧，我就會一路咧就會加添咧更加豐富嘅內容。所以如果你入到嚟我頻道度未訂閱我頻道嘅網友，記住支持我訂閱我嘅頻道啦。好啦，如果各位網友咧喺秋季裏邊咧未知道日劇開始播放嘅話咧，你哋都喺網上邊咧嘗試去揾下呢一套日劇《好孩子壞孩子》嘅第一集。不過要留意，最近我發現咧好多線上看嘅網址咧都開始失咗效力啦，所以如果咧要揾到咧所謂免費又冇咁多廣告嘅日劇線上看嘅網站咧，似乎比較難少少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冇辦法啦，隨緣啦。有啲網友曾經問過我嘅，事實上咧有啲內容咧係唔可以公開咧同大家分享咁所以咧我睇睇啦，我睇睇
盡量口述到你哋應該有機會揾到啦。不過都係仲要自己仔細嘅留意就最好一啲啦。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呢就去到呢一度啦。我相信呢，好孩子同壞孩子呢一套劇呢，我應該係會追落去嘅，因為有啲懸疑性啊嘛。每一集呢都應該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呢跟住我當季日劇集集追。咁啊，2025年秋季嘅日劇呢，呢一套係我第一套嚇打響頭炮嘅集集追嘅部分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好啦，咁我哋下條片先再同大家繼續講過啦，係咁先，拜拜。